各位打工仔同埋 Slasher， 歡迎你哋返嚟傳信世界農曆新年嘅特輯啊！首先祝各位兄弟姊妹農曆新年快樂，恭喜發財，多多利是。講就講快樂啦，但係我知大家嘅心情其實好複雜㗎。知唔知過年最驚係啲咩呢？梗係唔係講緊返工 OT 啦，而係你手痕啱啱 post 咗沓利是去 IG Story 嗰度，點知你個 ex 突然間 like 你，仲要 DM 問你一句近排點啊？心諗關你蛋事咩？咁都未算驚啊！更加難應付嘅係嗰班一年都唔見一次嘅親戚啊！佢哋有個共通點，就係一見面嘅時候就進入你嘅個人邊界噶啦。喂，阿強，樓價跌咗咁多，你上咗車未啊？單身嘅時候又會問拍拖未啊？使唔使去女朋友度拜年啊？到你有拖拍嘅時候仲慘，幾時擺酒啊？抽到居屋未啊？冇樓點生仔啊？呢一刻我明你心情，你望住手上嗰兩封利是，心入面可能會彈出4個字：你班年獸啊！原來班親戚先至係真正食人嘅年獸嚟噶。聽完今集之後，去拜年嗰陣時，你就可以袋住兩個故事，震懾一下嗰班姨媽姑姐。大姨媽，我有個關於過年嘅故事講俾你聽啊，好唔好啊？首先要拆解一個大誤會先，年呢個字本來係同怪獸完全冇關係噶。喺甲骨文入邊，年其實係好 Q 嘅個樣，上邊就好似一啲稻米咁樣樣，下邊就有個人彎住腰咁樣。個字形就話咗俾我哋知，一個農夫孭住一大扎嘅穀物翻屋企，所以古人講有年，意思即係有收成、大豐收嘅意思。如果嗰年收成唔好嘅話呢，就會寫成歉收啦，寫個歉字即係道歉個歉字。所以人類歷史上最早嘅過年，其實講緊係耶，今年有嘢食又餓唔死啦，開 party 咯。如果再講深入少少，農曆新年嘅源頭其實就係商周時期嘅納祭。年尾收成晒，田又唔使耕，就搞個大型嘅祭祀儀式啦，祭祖啊，祭天啊，順便感恩祈福咁樣咯。納祭個納字有新舊交合嘅意思，亦都有打獵嘅意思，即係捉啲野獸翻嚟劏咗去祭祀，然後自己食埋咁樣咯。講白啲就係古代版嘅 Annual Dinner 加清明重陽嘅合體，係一個超級大 project 嚟噶。講完祭祀啦，講下時間啦。以前嘅人對幾時過年其實係好亂噶。夏朝就用1月，即係正月啦，做新年。商朝咧就推前去到12月，周朝咧就再推前去到11月，去到秦始皇仲癲，佢哋決定咗10月做年頭啦。咁即係點啊？你搞到我好亂啦！就好似每換一個朝代，就強制幫你 update 一次 iOS 咁樣咯，個日曆就隨住會變噶啦。直到漢武帝出咗一部叫做《太初曆》，正式定死咗用農曆正月初一做歲首。呢個設定用咗2000幾年，用到今日啦。去到民國仲過癮，1912年政府話要同國際接軌，定咗西曆嘅1月1號叫做元旦，但係民間又改唔到口喎，於是政府就將農曆正月初一就叫做春節，實行1國2曆，西曆就用嚟做生意返工，農曆就用嚟講人情味。所以我哋而家有2個新年，其實係歷史送俾我哋嘅 bonus 嚟噶。戲肉嚟啦，講下大家都可能識嘅年獸啦。傳說古時有隻怪獸叫做年，除夕嗰陣時就會上岸食人，仲要專食細路仔添。後嚟有個白鬚嘅阿伯就貼咗啲紅紙，掛起個燈籠，燒啲炮仗。原來隻年獸有弱點噶，佢怕紅色，怕嘈，怕火。於是就解釋咗點解要貼揮春、放炮仗同埋守歲啦。但係呢個故事要去到20世紀初，即係民國時期先至開始流行。翻查一啲古書呢，係根本冇記載一隻叫做年嘅怪獸食人嘅故事嘅。好大機會呢啲係近代人為咗教細路仔記住啲習俗而創造出嚟嘅神級 IP。但我真係諗唔明點解要創作個上岸食細路仔嘅故事咯。
除咗年獸呢啲咁殘忍嘅故事之外，仲有另一個比較溫暖溫馨嘅傳說嘅，關於一個叫萬年嘅後生仔。話說萬年日日去睇太陽個影同埋睇水滴，終於發現咗時間嘅規律啦。佢走咗去同國王講：大王，過咗360幾日，太陽嘅循環又會從頭嚟過噶啦。國王聽完好滿意，就定咗循環開始嗰日叫做春節，仲封萬年做壽星。呢個故事其實想講俾大家知，古代嘅人已經知道一年有4季，循環不息嘅大道理噶啦。最後我都揾咗幾個習俗嘅由來同大家分享下嘅。首先第一個就係灶君啦。傳說臘月23佢要返天庭寫 report， 所以就用糖黏住佢個嘴，等佢喺玉皇大帝面前講多啲好說話，少啲講是非啦。大家都不妨試下，如果邊個講得多是非嘅，就攞啲糖你黏住佢個嘴咯。第二個就係門神啦，由最初嘅神荼、鬱壘變成唐朝嘅宋瓊、尉遲恭，原本係愛嚟擋邪嘅，後嚟演變成為貼揮春咁樣，即係將啲願望貼喺個門口度，迎接啲好運嚟臨。最後就係壓歲錢啦，原本係用啲紅色嘅紙包住啲銅錢，然後放喺個枕頭底度，用嚟嚇走一隻叫做祟嘅鬼怪，仲可以保護啲細路仔添。慢慢就演變成為今日大家最中意嘅利是啦。不過唔知點解古時係特別多鬼怪嘅。農曆新年由立祭演變到今日，玩足15日，即係而家我哋講嘅新正頭、守歲啊、拜年啊、行花市啊咁樣，形式變咗，但係個核心就冇變到，都係對過去有個交代，對未來有個盼望，同埋一家人可以齊齊整整咁樣食餐飯。春節其實係我哋每一年一齊撳一次 restart 掣。當有人同你講恭喜發財嗰陣時，其實佢係想講恭喜你啊！我哋又成功打敗舊年呢隻年獸啦，一齊迎接新嘅開始啦！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，馬到功成。恭喜發財！多謝收睇，我係 Loku，下集見。